1909年，廣東人下南洋，佢哋帶走嘅唔單止係行李，更係一整套安身立命、不忘根源嘅人生之禮。最地道嘅禮，往往藏喺最熟悉嘅味道裏。記憶中嘅香氣，一部分留喺西關成咗棧基，另一部分遠到南洋，喺馬來西亞落地生根。佢叫鳳凰餅家。我哋棧基咧始於1990咁由我太公嗰代就做呢個餅噶啦。咁我係2023年咧獲得咗廣州市級西關禮餅嘅非遺傳承人。其實我係鳳凰餅家咧，係來自廣東嘅，但到最後咧就會喺馬來西亞啦，就落地生根啦。有好多係頭髮係白晒噶啦，就拖住個細路仔入嚟我鋪頭，就講佢自己啦，結婚都係幫鳳凰訂禮餅嚟過大禮嘅。從婚喪嫁娶到歲時節令，一塊禮餅係鄰里街坊嘅禮尚往來，係刻喺味蕾上嘅故鄉密碼。馬來西亞、印尼啊、新加坡，我哋呢度都不斷有接到呢啲客人。佢哋都覺得翻到嚟咧，仲可以食翻以前，即係佢哋70年代、80年代嗰啲味道。咁今年9月2號咧，我哋有幸咧，即係應法國各方邀請咧，咁我哋就過咗去法國里昂嗰個，咁啊同佢哋大廚互動啦，咁就教佢哋當地人咧打呢個豬籠餅。點解要有呢啲餅啊？個意義啊，同埋我哋啲禮餅啊，個文化咁樣咯。嗰個餅都係其次啊，個回憶係即使係用錢都買唔到嘅，係講。所以講佢一食你嗰個餅，佢就會諗翻起，呢個味係似曾相識嘅。喺廣州，佢守護住街坊嘅古早味；喺馬來西亞，佢成咗華人分界嘅見證。咁我係覺得我好榮幸咯，同埋咧我係多咗一份責任。咁尤其是好似依家我大灣區都去做咧，我就係為咗呢個傳承同埋去弘揚我哋嘅傳統文化。一枚禮餅，佢由廣東嘅土壤孕育，喺馬來西亞嘅雨林中開枝散葉。嗰份關於敬天愛人重孝守節嘅古老約定，喺最樸素嘅餅香裏邊永續不絕。